歡迎大家嚟到小窮仔頻道。今日係2025年12月26日。首先祝大家聖誕快樂。以下由我小窮仔朋友仔小窮美同大家介紹下灣仔利東街今年聖誕燈飾啦。灣仔利東街聖誕燈飾每年都吸引很多行人前來拍照同賞燈，讓這條小街道充滿了節日的氣氛。走進利東街，你會睇到五彩繽紛的燈飾懸掛喺街道兩旁，閃爍燈光照亮咗整個空間，仿佛置身於童話世界中。呢度燈飾設計各具特色，有聖誕樹、雪花，甚至可愛的小動物，所有裝飾都令孩子和大人都感到無比開心。慢慢走，你會聽到背景音樂輕輕播放着聖誕老之歌曲，氛圍非常溫馨。今年灣仔利東街聖誕燈飾更加夢幻，除咗五彩繽紛之燈光，還特別加入了飄雪的情景，讓整個環境更添魔幻色彩。當你走進這條街，仿佛置身於北極之冬季仙境。飄雪之效果不斷變化，輕柔的雪花在燈光的映襯下閃閃發光，讓人忍唔住伸手接住呢啲咁靚雪花。小孩們對咁樣之場景特別興奮，笑聲不斷，拍照時歡樂氛圍更一層層上升。而周圍商店也借助咁樣雪景，推出咗好多冬季限定商品，小店門口裝飾也更為應景，整體感覺充滿了溫暖和歡樂。人們喺呢個情景中流連忘返，伴隨着背景音樂，心裏暖暖，散發着濃濃節日氣息。呢個飄雪情景讓灣仔利東街聖誕燈飾更具吸引力，成為眾多香港居民同埋遊客喺節日期間必到之地方，真係讓人期待每年聖誕嚟呢度。大家對灣仔利東街燈飾有冇咩睇法呢？請留言俾我，記得訂閱小窮仔頻道，下次見。